继续来看金票奖嘅内列报道，也摆提金票奖当中，2位流行音乐作品最佳乐团奖，特别最佳台语专辑奖嘅考秋群，因能咧音乐风格非常特别，係更加過時談講嘅混搭步，因能如果愛呈現本土嘅特別的東方 hip hop 風。糖流行嘅 hip hop 曲風，沙糖喺度睇嘅聲，重視樂器搭配到動調搭。另外，韓家嘅數風琴老 DJ， 多年嘅音樂表達方式，靠球群用母語唱出對台灣嘅愛，本觀眾吃到懂欣賞。我覺得嗩吶還蠻屌的。然後還有有剛剛是有手風琴嗎？對有。然後還有後面的 DJ， 這個 mix 得不錯。感覺很健康，然後不會沒有耳朵不會像一般的樂團造成一些負擔。因為其實，在編曲的時候啊，就是已經編入很多是那個台灣的一些傳統民謠，所以其實這些樂器原本就是一些那個傳統樂器所表現的嘛。因此，就算變成這種嘻哈曲風的話，我覺得還是也蠻特別的。來摸參考，嘛該出隻摸彩。你個靠我，你就試看賣。同感嘅音樂，配定挖流嘅客家老好老法 rap， 音樂融合嘅同西方嘅傳統流行樂，甚至還有新聞報道，豐富嘅靈感來源，實係夜市嘅。在夜市的那種賣西地的地方，發現那種北管裡面有唱腔的，你會覺得很，就是用英文來講，那種聲音是很哈口，比較硬銳的，所以我們就覺得，那麼硬的東西，我們可以拿來做一些比較重節拍的哈口 hip hop， 然後所以我們就嘗試這樣玩。因為同好傳統音樂，加對沙邊議題嘅關心，希望用無共樣嘅方式，讓大家了解一啲地圖嘅音樂文化。認真一條原因，考球群就按樣產生嘅，從一開始嘅2人小組到一下嘅50人，團員大體係利用下課時間創作，一擺做得2位按到金球大獎。創作能力受到肯定，佢哋到舞台上看起來當性格，不過時下撒槍下個嘅腔樣，所有嘅動作看起來就很一致。之前我們有看8點檔，然後有時候會趁進廣告或看棒球那種進廣告，然後才跑來練一下。然後一開始的時候就衝去看電視，就很不專心。可是我們如果要真的練的話，是要求蠻高的。大量用客家 rap 嘅考球群，出題到台灣流行樂團表現當好，還受到美國、日本音樂媒體嘅注意。因為知道母語老地圖最集群，故所創作，但是用客家老好老化，還較其他就得帶出客家 rap 嘅流行風潮。漸漸有人越來越學習我們這種用客家話來做 rap， 那我覺得這非常好，因為表示說我們做這個事情，大家肯定了，大家不會覺得說啊客家話 rap 很慫，而是覺得客家話 rap 很好玩呢。然後願意去讓一些年輕的小孩子，可能他不懂客家話，可他願意去跟我一樣去學，親自來寫歌詞的。雖然係時下曲風，不過歌詞太提到台灣社會有關，為到層面了解歷史背景，就愛相互討論研究，甚至花3年來寫一首歌曲，重新導編嘅架構，希望用音樂影響大家對一地地圖嘅關心和反響。客家新聞7分之小鳳歡、莊美航台北報道。